大家好，我哋係 VHK， 一個關於 BDSM 同自我探索嘅頻道。今日我哋會講安全詞同埋危險詞。進行 BDSM 嘅時候，充滿情慾張力嘅場景中充滿變數，我哋有可能受到唔同身體、情緒狀況或者外來因素影響。加上 BDSM 中包含唔同嘅愛好，有時唔好、唔要，甚至叫救命，都會被視為情慾張力嘅一部分。為咗明確分辨係情慾定係真正有危險要停止，開始之前，參與雙方都會共同協定一個喺 BDSM 場景中唔常用嘅字，成為安全詞。有人會選擇 Red 生果名或者係人名，用一個詞語成為安全詞嘅好處係危急嘅事可以喺短短數秒發生，用簡短清楚嘅字可以即時引起注意，立即停止。除咗講出安全詞，仲有一啲係唔能夠發生嘅情況之下，用動作或者物件嘅安全機制。例如用手拍對方身體3下示意停止，手握有聲嘅物件，當物件跌喺地上就等於係講出咗 safe word。有咩情況安全詞會變成危險詞呢？一、以為安全詞就等於安全，誤以為傾好咗安全詞，對方有任何異樣就會自動提出，橫衝直撞，忽視檢查同埋留意嘅責任。有人會忽視對方嘅品格，以為提出安全詞，對方一定會即刻停止。一個有問題嘅人唔會因為訂立安全詞而變得安全。二、安全詞浪漫化，覺得如果對方講出安全詞之後，用言語令對方願意為自己放棄安全，繼續執行突破禁忌，係臣服嘅表現。以上嘅行為都會弱化安全詞嘅緊急性。玩樂隨時可以調整重嚟，但係如果出事，後果就可以好嚴重。安全詞從來唔係玩樂嘅一部分，係救命嘅急剎掣。有 bottom 會因為顧慮破壞關係同埋氣氛，喺要用安全詞嘅情況寧願死頂。本意係重視雙方嘅關係，但係其實係基於缺乏信心。喺危險嘅時候，能夠安心咁樣講出安全詞，代表一種肯定，深信對方足夠成熟去接住自己。提出安全詞唔代表有任何一方能力不足，安全詞唔係用嚟分出高低。停止唔代表否定，死頂都唔代表有益。安全詞出發點唔係因為基於不信任，提出安全詞係基於大家共同嘅意願，雙方經歷協商同埋知情同意嘅努力之下，揾出當刻最適合同對方互動嘅方向，令到雙方唔會偏離最佳嘅航道。最後，安全詞唔係唯一嘅保護網，即使有同埋冇安全詞，負責任嘅施予方都要時刻留意變化，檢查情況。我哋今日講到呢度，如果你想探索更加多 BDSM 同埋認識自我嘅相關知識，歡迎 like 同 follow 我哋 YouTube Channel 同埋 IG VHK.TrueSelf， 或者有咩睇法都歡迎留言俾我哋。拜拜。